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国民党日前开记者会，指控罢免国民党立委王宏伟的团队涉嫌违法来募款，而且阁来公开阿美这位志工的姓名甲银行的口座。阿美今仔日出面讲，甲脑梗啊甜，讲甲普通的公民找出来公审，实在无人性。伊讲伊真惊会影响到厝内底的人，伊有咧考虑要来告对方诽谤。国民党的立委王宏伟回应讲，任何一边违反着法律，本来就应该防检验。普通公民被政党肉搜，公开个资，这是何等大事！挡袂掉讲甲脑讲甜，真正是无法度控制情绪。身为罢免国民党立委王宏伟的公民团体三度被害发言人阿美，向南营开记者会公布伊名声、银行口座，甚至公司单位等等个人资料，规气喙暗提条正面回击。会感到比较害怕的是我的家人，但是直接在那个记者会里面说违法组头这个字是非常难听、非常糟糕的一种指控。我除了个资法以外，我也会考虑提告，就是诽谤。被罢免方还有罢免方，那如果有任何一方他有违反法律之余的时候，那么本来就应该被检验。阿美按上提告三度被害团体马来小天，伫咧社群软体放这张图，为阿美1号到阿美8号发阿美加油，阁有千万的人等咧做阿美，不过会更加烦恼的，阁伫咧后壁边。有听到国民党内有一些消息，就是说会对台面上露面的一些志工去做跟拍等等的，这是非常不对的一件事情。民众党前中央委员张一山嘛公开王宏伟透过国会圣展的助理，向某一间公家机关探听罢免带头人 Peter 个人资料。对话掠图会当看到王宏伟的助理询问到罢免王宏伟带头人 Peter 伫咧某一间机关详细在职的时间，了后个进一步问伊的专业背景，讲这是发现什么关系会到迄个单位，敢是伫咧教册才方叫做是老师。他是在国防部的周边的团队在服务，那么他当然就是一个领公家钱的人员。大罢免潮开始之后呢，他就离职了，这个难道不应该被了解吗？到底想不理，两边卖小个水分明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